感谢巨港 Metropolis 新闻的各位观众们，仍然和本人菲亚娜黄。观音菩萨或慈悲与怜爱的女神圣诞庆典在南山寺庄园举行。本次庆典成为一年一度的重要时刻，信众们齐聚一堂，向观音菩萨祈求生活中的福报与平安。位于巨港 Lorok Pakjo 区 Timur Lu 的南山寺于2025年11月8日星期六隆重举行观音菩萨圣诞庆典。观音菩萨的圣诞是三教信众一年中最期待的重要时刻之一。南山寺主席阿兰表示，本次观音菩萨圣诞的祭拜活动于上午11点正式开始，随后于下午2点继续进行祭拜祭宾，并于下午5点进行信众联谊活动，在温馨和谐的气氛中圆满结束。南山寺庆祝观音菩萨圣诞的时间是根据农历9月19日，每年庆祝一次。Ini ulang tahun di Kuan Im, tanggal Imleknya kau gecap kau bulan 9 tanggal 19 lunar. Harapan kita semua locu yang pengurus kelenteng Lam San Si itu mendapat berkah kesehatan。阿兰希望所有的法师和寺庙管理者都能获得观音菩萨和上天赐予的祝福，包括健康、充沛的福气和财富，并愿众信众常保喜乐、平安。Muhammad Aidil Pal TV